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风台的消息。本地伫个东京湾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为轻度风台剑鱼，加上这个伫个高南偏东南边的00风台，所以即马伫个台湾附近有2个风台在扰乱。阴暗开始，00风台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台湾东部甲南部就会开始落雨。明仔载后日，台湾各地是真会落大雨。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，所以中南部一直到这个礼拜日拢有雨。即摆上爱注意的是，剑鱼风台真有可能会来一个大回转挖进台湾，气象局是密切的观察。为七分图点表看到台湾东南风甲西南风有2个风台，00甲剑鱼。这00风台今仔阴暗就影响台湾。预估会往北北西的方向转北的方向，从我们东方海面北上。今天晚上到明天，在中南部的山区所下的雨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。伊的强度会持续增强，暴风圈也会扩大。不过，若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强呢，会搁较挖进台湾。拜3、拜4会离台湾上近的时阵，西部、东北部爱严风局部的大雨，全台拢有阵雨。风台拜5就离开，会引进西南风，中南部的雨会一路落到礼拜日。除了00以外，第14个风台剑鱼嘛明个大意，对一切路径会当看到剑鱼升伫越南甲南海，再个大回转向北北东。